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8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对美国入来病例，另外外国团体若准备来表演，指挥中心表示讲，上好加开21天才表演。中国军机接着来乱空军也打算要进行警告射击演练，面对着入侵的中国军机，会当随时应变。吉人的爱山路、嘉仁5路大条自来水管逼破，自来水公司也等下抢修，希望伫暗时就会当恢复噶。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件对美国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有一个是咱台湾伫咧使无人机的技师，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可能是去互做伙飞到美国同事喂着病，不过也是有可能是伫咧台湾染病，只不过是机会较少而已。另外，针对着外国表演团体确诊的问题，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入来台湾满21天才表演是上界安全的做法。若准有要参加其他的活动，就要确保讲袂接触到别人。国内新冠肺炎，搁再增加2例境外移入病例，拢是本国籍，拢是对美国入境。案例759是50外岁女性，是进前公布案例752的亲人。2人在1月30对美国坐无人机返来台湾探亲，进一步调查发现，案例759伫厝检疫期间也出现症状，经过就医采检了才确诊。案例760是咱国籍航空的女性技师，因为工作12月12到美国，时间了后返来台湾，伫厝检疫期间发病，就医采检了确诊。由个案甲斗阵的同事有一个人伫航程内底发烧，无挂水暗，即阵列出9名接触者，初步研判感染源可能是同事，也无排除伫台湾感染的。不过，这个机会是增加。他可能感染源就是第一个是在台湾前14天就是还没去美国这一块，还有在去美国这个航程，还有在美国当地也有可能被感染。如果来头一摆发生受邀请来台湾的莫斯科芭蕾舞团检疫期满了后，自费采检确诊案例，引发外界讨论。经外界文团体相关检疫做法，指挥中心表示，14天伫厝检疫，加上7天自主健康管理，入境21天了后，若是搁再登台表演，是上安全的做法。如果若是第一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需要参加活动，就必须提出防疫的计划，来确保甲人群袂接触。比如说，他有隔板。比如说表演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比如说他要吹奏乐器，他就没有办法戴口罩那可能就是有一个隔板，或者说他跟别人有一个比较长的距离。指挥中心强调，防疫计划包含安怎甲民众区隔，自费采检这方式拢会用的，因为个案状况无同，必须个别向主管机关文化部提出。而莫斯科舞团其他团员已经有2人离开台湾。其他44名团员有加18号暗时陆续离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对路西亚来的芭蕾舞团，因为有8团员去染到武汉肺炎，台湾的演出也都要全部取消。不过舞团的经纪人说，这期体检的结果，国内专家表示讲，核酸检测会当经过验证，无啥有机会会忽唔到。另外，针对着未来若总有艺文团体要来到台湾表演措施，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强调讲，这是一个真好经验，拢要确定无问题才会当演出。原本按正伫台湾演出的莫斯科芭蕾舞团，因为52个团员当中有8人确诊新冠肺炎，取消所有伫台湾的演出。主办单位表示，舞团人员经过2摆采检，拢找台北营总团队进行。经纪人对检验结果质疑，国内专家认为 PCR 核酸检测是用来验证，出错的几率真低，无可能验错。我们核酸检测，我们先验第一个基因。那如果第一个基因验出来是阳性，我们如果有怀疑可以验第2个基因。如果第2个基因还是阳性，那出错机会几乎是没有了。黄立斌表示，2摆采检结果无同，有可能是第1摆采检量伤过少，验无病毒，也有可能是有人伫潜伏期，第2摆采检才验到。因目前全球疫情已完全严重，黄立斌建议上好暂停10人以上大型艺文表演来台湾。不过文化部认为，这摆是真好的经验，未来国外艺文团体来台湾，爱检疫期末了后采检，确保安全，将演出。是不是要演出啊？我觉得昨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应该要确认再检出那么没有问题才可以演出了。未来艺文团体来台湾是不是拢要做2摆的采检确认？李永德强调，2摆采检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了后才能表演，拢应做一个选择，防疫上可能要更加严格。记者综合报道。
经过着罗西亚芭蕾舞团逼出疫情了后，台北市接落来要面对的是2020年的台北国际马拉松后日就要比赛啊。不过这回参加的有12位外国选手，比赛当天也是伫咧7天的自主管理期间。台北市长郭文迪伫今仔表示讲，国际选手期间检疫结束，拢有要求因爱体检，而且也通过，而且也要求讲伫咧走进前拢爱挂嘴安。另外，台北市的新年晚会，若准一礼拜内有出现15个本土病例，活动就会取消。疫情了后，台湾头一场有认证国际马拉松的比赛，2020台北马拉松，伫20礼拜就要举行，有万外人参加比赛，不过有12个为外国来的选手，到比赛迄一天，搁要伫咧7天的自主管理期，嘛引起防疫的疑虑。他们出关之前要加做一次那个 PCR，原则上，如果我们再检查一遍，因为他是没有才放他出来，有的话早就关掉。台北市长郭文迪表示，因进前的 PCR 检测拢是阴性，基本上因要感染的机会无大。不过，也是会要求选手开始走了后，才会当把喙安摕落来，嘛会强制管控观众。也若刷落来下年的活动，防疫爱安怎处理？郭文迪嘛做出回应。我讲过，如果第3级一旦超过15个，不管什么活动都要关掉。郭文迪搁一再强调讲，只要确诊的人数超标，就会取消下年晚会。也若伫咧台南18嘛公告演出的名单，其中还搁出现韩国团体少女时代成员笑演。主办单位表示，伊甲工作人员拢有遵照防疫的规定，会确定过24天了后才会演出。不过，就惊下年的人阵伤济。也若台北捷运嘛提早闭站，伫咧12个人的较济的站，有加派3000个卡手。12个里面有4个。所以当时判断说，这样的话可能其他的再检测会有，所以当时他要求说再检测，就一次就抓到8个。如果8个那就算了，不要再玩了，就整团叫他回去了。因为顶一日俄罗斯芭蕾舞团的52个人当中，少年数有8人确诊。台北市府真拼死，阻挡所有可能的空棚，嘛叫外界认为讲，伫这场防疫战，台北市府真积极嘛真谨慎。刷落来大型的比赛，台北市府的防疫敢会当做好，嘛互外界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中市长罗秀燕当面甲 AIT 处长李英杰表达反对三马争地霸，说去和民进党批评讲无国际礼仪。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也讲，莫因为个人的情形破坏长久以来的台美关系。不过国民党随甲过去，民进党伫咧反对美国牛排画面晓出来，批评民进党是两套标准。含内这美国猪肉即要进口，进前台中市长罗秀燕更加当面向 AIT 处长李英杰表达台中市民古镇内底的立场，和民进党批评欠缺国际礼仪。行政院长苏贞昌18日起在立法院表示，希望莫因为个人的情形破坏台美关系多年努力的成果。而国民党并出2012年，当时的高雄市长陈菊也捌在迄个时阵的 AIT 处长苏道文面前谈论美国牛排议题，批评民进党是相反的标准。我们希望美国牛肉的问题能够创造双赢，能够在国际共同的标准之下，台湾人民跟美国政府都能够共同了解。上次陈菊和 AIT 处长见面，欢欣愉快，最后2个人都是一起的，可见都有照着规矩来。苏贞昌对陈菊讲话，讲当时气氛完全无同，台美双方交流应该照规矩做代志。另外，最近卫福部告医师所威胁的反内地言论引起讨论。食药署长吴秀梅认为，所威胁言论会造成人民惊吓，而且伊捌是严重的医师，替府会一度要开记者会，呼吁莫以现职身份发表不实的言论，一个临时来取消。冯主委是最清楚告诉我们，莱猪有问题啊。那我不过就是把冯主委心里的那个害怕，用科学证据去支持我们冯主委的决定。对荣总系统来讲，我也没有任何有愧于荣总的。所谓是讲接受新闻时的申请传讯，蔡总统做证人，有民众发起自首运动来支援所谓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18到警察局自首，并且告发蔡总统散布涉案谣言。我陪苏伟硕医生进去关3年，但是附带的前提要求是，请把蔡英文也关3年。不过，所谓是引用内底比毒品毒250倍论文资料，和台大教授质疑时，数据写唔对。而所谓是回应，伊提出的研究是显示，莱克多巴胺对脑神经确实甲海头丸有共同作用，对人体无够安全就无应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中国军机来扰乱台湾情形，必须是逐工来啊。空军为着要提升应变能力，有风声讲对12月开始要实行警告射击演练，让飞行员面对中国军机入侵咱的领空，会当随时应变。另外，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有甲新型唱水弹演练的影片对外来放送，中外国媒体伫咧预测讲，到2030年的时阵，中国可能是会当超过美国，真做是全世界上侪唱水弹的国家。 解放军对台湾施压力力头愈来愈大，而且想要让台湾的空防感觉疲劳。空军为着因应中国军机的干扰，传出为12月份开始，伫咧嘉义、花莲、清泉岗、新竹、台南、甲马公等等的基地做警告射击演练，要求空军爱制定空中战斗巡逻、甲紧急起飞、拦炸等等的标准作业程序。 有袭扰，或者是进到，比如说像领空，或者接近到我们敏感的空域，相关这些越接近我们领空，我们的反应越积极。空军虽然无证实，不过强调讲，像监控、甲广播距离等等处理的程序，拢已经列入去一般的训练。前空军副司令张元定讲，空军若加强警告射击演练，这甲中国军机干扰西南空气真有关系，显示台海对起来程度加悬。空军要先做好准备，因应常常发生的状况。慢速机、螺旋桨飞机你要怎么处置？对它的歼击机、它的战斗机你要怎么处置？那白天有云层你要怎么处置？能见度不好你要怎么处置？晚上在夜间在夜航，你的能见度不佳，你海面上还有渔船在作业的，榴弹会不会打到它？ 有关空军警告射击的时机，张元定讲，敌人若进入12至24海里的所在，作战管制中心就会下警告射击的命令。不过目前并无任何的飞行员有警告射击的经验。另外，解放军一直有动作，最近公开新型舰舰的实际训练。法国媒体预估，中共舰舰的数量今嘛有66只，美国有68只，中国可能在2030年超过美国，加做全球舰舰数量上界侪国家。美国一艘这个核能潜艇，大概抵它的柴田潜艇也抵个10艘吧。它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大陆上的海军是没有的，大陆上的这个潜艇也是没有的。法国媒体认为讲，解放军新的攻击型舰舰甲弹道舰舰真紧就会完成。不过专家表示，中国若无解决舰舰辐射的问题，是真恶加做美国的对手。美军为了阻挡中国扩大，嘛中建第一舰队，依护海顶霸权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 外交部正式宣布，讲甲美国签署台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是顶个月举办台美经济欢迎谈判对话了后，头一项具体成果。另外，拜登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坎布日前出席线顶论坛时阵，除了强调美国挺台湾的立场以外，也认为讲美国就要鼓励两方进行和平对话。 外交部长吴钊燮、AIT 处长雷英杰、科技部长吴正中、甲经济部处长陈正奇共同宣布签署台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是顶个月20台美经济欢迎谈判对话了后头一个具体的成果，深化甲美国伫科技研究、智慧财产权的分享甲合作。在短短不到1个月之内顺利促成，充分展现出双方高度互信和密切合作的伙伴关系。 同时，也期盼在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架构之下，未来双方可以达成更多的具体成果。全世界也都会从美台持续的创新科技合作当中获益良多。就像我们常说的，美国与台湾是真朋友。 我们正在一起取得真进展。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明年1月份就要上任，拜登的竞选团队高级顾问，也就是前国务院亚太助卿坎贝尔，顶一日参加线顶论坛的时阵，强调挺台湾的立场，认为美国应该开放、鼓励两岸和平的对话。资深亚洲事务专家葛莱伊嘛建议拜登政府应该量早就美国依护台海稳定长久的利益发声明。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be open and encouraging a peaceful dialogu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at I do believe a degree of a productive dialogue, quiet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is in everyone's best strategic interests. I think that a Biden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ivately signal Beijing that the onus is on China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in issues pertaining. 葛莱伊嘛认为北京要停止对台湾的军事骚扰甲恐吓。 不过，关系到美国挺台湾对抗中国的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经过参众两院通过了后，送交白宫。
总统川普搁一个讲，会动用法权，讲爱停止通信断证法第230条，嘛，后这个法案敢会通过出现变数。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伫今仔日审查高雄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案，宣布讲罢免案成立，会伫明年2月7日举行投票。另外，国民党所提出的公投白大选食品安全公投，这2项提案也通过。国民党表示讲，为着要达到第2阶段29万的连署人，今夜要开始推动，并明年8月公投。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了后，各地罢免行动一直展开。在高雄市议员王浩宇了后，中选会18审查高雄市议员黄捷罢免案，确定符合规定的连署人数超过法定标准，依法宣告罢免案成立。明年2月7日举行投票。我身为高雄市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本来就应该要时时刻刻接受市民的检验，所以承担这一次的挑战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中选会公布时程，黄捷必须在今年12月31日以前提出答辩书。但是罢免说明会会在明年1月底2月初举办，2月7日投票。依据选办法规定，同意票数要达到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以黄捷选区、凤山区原选举人数计算，罢免标准大约是7万多票。而中选会也宣告，由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提出的公投白大选，加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提出的固食案公投，2项公投提案合乎规定而通过。2阶段连署标准必须达到29万人。其实我们目标是达到50万，大概只有50天的时间呢，会遍地开花。国民党讲，为达成连署人数目标，会规划在各县市办理同步连署活动，并且在人多所在设连署点，要拼明年8月予全民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最伫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基隆的爱山路、嘉靖公路的路口，昨暗发生大条水管逼破意外，造成4万户无水通好用。水利水公司目前正在抢修，希望伫暗时就能恢复正常啊。经过调查讲，可能是大条水管伤过旧，才会造成逼破意外。在河中大型机具继续清楚因看到裂开的水管，因为基隆的爱沙路、真五路路口14暗时发生大水管裂开，大水淹到道路，影响行车。水公司紧急停止供水，无水通用。附近的店家只好油铁门停止做生意。没水比较难过，如果你炒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洗锅子啊，都没水。没有水了，就跑来服务处说有没有水，有没有水，有没有水。一早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在服务处按门铃。当地市员到现场关心抢修情形，因为水管破去，互仁爱区全区、中正、中山、信义甲安乐顶4区部分停水，影响户数差不多4万户。水公司紧急抢修，原本希望伫暗时6点修好，却发现中华电信的地下设备缀伫受损的水管顶悬，协调刷开，修复时间只好延后。我们也请中华电信的那个工作人员到现场来协助，我们把这个箱涵吊起来，让我们顺利的抢修。它的管线在我们的手孔下面，所以现在我们配合它，就是把手孔提升，提高，然后让他们修管。根据淡水的资料显示，基隆去年漏水率接近29%，是全台第一。漏水严重性市民一年用水引起立委批评。淡水就计划3年要开8型，挖差不多55公里的管线，搁伫2年内将漏水率降到72%。台水也答应就是拨大概8亿元的预算针对这个基隆全国漏水率最高的这个城市来进行这管线汰换的工程，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直持续的追踪。水公司调查可能是因为管线伤过旧才会裂开。水公司也伫路口新公市场这所在设7个临时供水站，加3台水车机动送水，希望减轻民众不方便，也希望赶紧抢修速度，赶伫暗时营修好个供水。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阳明山的擎天宫才发生1礼拜内死6只水牛，想袂到这2天又搁死3只，今年到达已经死23只。也因为死亡原因无清楚，动保团体甲机关就要求动保处就要赶紧甲中央合作来调查情形。一直到12月7号，台北市动保处介入处理之前，我们可以说，养管处完全都没有主动通报。中央跟地方的各部会应该要动起来，因为现有的存在的牛大概可能只剩下10几只，那他们可能会陆续都出现状况，所以我们要不要有一个紧急因应的专案小组，开始去评估是不是要采取一些医疗措施？
讲到阳明山的擎天宫，今年已经有23只水牛死亡，双北的动保处也拢当咧进行调查。下晡，台兽医师也会进行验尸，究竟是水牛无物件通好食，或者是营养不良，可能应该等候检验报告才会知。国家两厅院今年8月修订演出场地外租办法，开放予唔是表演艺术团体会当来租场地，即予业界集气讲，只要有钱就当伫两厅院办活动。不过两厅院也驳回讲，是为着要甲台中歌剧院、高雄画普影艺术中心的租用办法同款标准，才会去修改。受新冠疫情冲击，国家两院厅演出减少真济，收入也损失袂少。今年8月修订演出场地外租办法，非表演艺术团体也应来申请，无分平假日也无分时段。戏剧院每场厝87万，音乐厅每场厝95万。这是戏剧院音乐厅成立33年来第一摆对非艺文活动开放。两厅院的场地使用率非常高，那表演艺术类大概我们每一年的使用率大概有98%，所以真正能够释出的资源也不太多。那同时我们其实有一个审议的制度，目前尚未。两厅院定性唔是只有钱就用办活动，也因为疫情等候艺文表演也慢慢恢复，到目前为止也无收到任何一个非艺文团体申请。同时也强调修正规定，主要是因为要甲台中歌剧院、甲高雄画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的租借办法同款，互场馆的运用更加多元。我倒不认为应该用舆论的压力，让这些场馆原来可以好好的自营自理，甚至于它可以创造场馆的某一些外租的收入，因为你租给一般的表演团队，可能一个晚上不到10万，可是你租给民间的企业，你有可能展现它实际那个场地该有的正式的租金，有可能是60万，可能是70万。到两厅院表演是真侪艺文团体梦想，按过真歹申请，真像2021年已经全年落满。两厅院前回就算开放予非艺文团体，也要等候补，也阁经过审查，唔是有钱就用来办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日本的疫情也当咧滚价，17日天就超过3200人确诊。日本首相菅义伟14日拄宣布讲，停止进行国内旅游活动，以暗示随去参加政治商业界买价，却引起政人界批评，讲伊无遵守5人以上的用餐防疫规定。日本首相菅义伟14日家己宣布，为2月开始到正月11暂停进行国内活动。同一天的暗示，就甲自民党的干部甲商业人士做伙食饭，引起在野党甲大众的批评，讲无遵守防疫政策，避免5个人以上的聚会。国民に自粛を呼びかけている間に、なんか高級ステーキを食べて自分たちは8人で盛り上がっていると。この人の言う話についていこ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らない。对此，菅义伟表示，原本只想要拍招呼、刷疏忽，留伫遐40分钟。伊强调，自餐的房间是真宽，嘛有保持社交距離。他の方の距離は十分ありましたが、国民の誤解を招くという意味においては真摯に反省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日本的新冠病毒疫情继续拖，17全国增加病人有3211个人，其中东京822个人，新内川319个人，广岛138个人，宫城54个人，拢创下一天增加病人的新冠纪录。东京因为确诊率甲感染来源无清楚的患者人数继续恶化，发布了下年假期的特别警报，和全国要求一定要尽量减少病人，避免影响平常时的医疗看病。通常医療との両立が困難な状況になった。医療提供体制側には余力の部分はもう全部使ったと。とにかく患者さんを減らす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日本疫情拖真急，互医疗体系强要无法度制止。部分地方企业甲个人是陆续甲医疗物资捐到各间病院，也甲广岛甲千叶这些所在，有关陆续出现医疗卡手无够的状况。另外，伫疫苗使用的部分，今麦辉瑞药厂嘛伫18正式向日本政府申请使用的许可，正做市面上的疫苗内底，头一个提出申请的药厂。国际新闻台是东北业。伫咧奈及利亚西北部有一间学校，10月去予圣战组织扑克圣地，昨日去学校内面，甲几600名学生压走的情形。这件事件也引起社会惊吓。经过1礼拜后，已经有344位查甫学生去互放出来啊。
11暗时，强骑车武装团体冲进奈及利亚卡奇纳州西北部中学，甲军警交火了后，掠走几百名查甫学生，当时成功夺走13岁查甫囡仔，想起事发经过，有关心惊惊。Ban samu damar wucewa ba tun harko na niyyar guduwa sai suka jawo ni sun ɗauko ƙara su yanka na ruga na shige cikin mutane na shige ne ta gudu ba su samu suka kano ni ba sai na juya rigata saboda kila sun ga sunan bayana ko kuma wannan sai na juya ta gaba ɗaya sai da kana ne maza ne gaba muka ta tafiya suka ce daga yanzu duk wanda suka ƙara kamawa zai gudu sai sun kashe shi kawai muka ta tafiya daga nan ban ma san ina muke tafiya ba mu shiga wannan dajin mu shiga wannan dutsen mu hau wannan dutsen ba mu san ina muka zuwa ba har gari ya waye muna tafiya。一间组织普科圣地事后透过影片声称反省，因为西方教育无符合伊斯兰教义。在释出影像当中显示，被绑票学生徛伫树林内底，唔知要如何是好。Abubuwan na ganin ma idona bai iya misaltuwa. Na ga tashi hankali ni da idona. Sannan kuma iyayen yara da yaran da suka shiga hali abin ba mu iya misaltawa gaskiya。被绑票学生的爸母甲亲友发起抗议活动，总算伫绑票了后1礼拜，传出好消息，武装分子伫一个树林将344名学生移交予奈及利亚安全部队。这学生先接受医生检查了后，过转去甲厝内的人团圆。Every episode you learn something, and you take measures to prevent its occurrence. Now we have fenced all the schools already. We have provided security wares in the schools already. Now what next is to further employ more armed guards and the police to send in more. 对抢救过程，奈及利亚政府并无交代，不过表示无付任何赎金。目前除了被释放344人，恐惊还有人质伫组织手头。这毋是因第一摆犯下绑票案，2014年也以同款的手法绑票276名女学生。这摆绑票案也互当地民众批评政府无能，这互恐怖组织一直犯案。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西班牙的众议院17通过安乐死草案，接落来会送到参议院，若准来通过，西班牙会变作是欧盟内底第4个会当实行安乐死国家。按照西班牙即阵的法律规定，协助某一人结束生命是犯罪行为，相关的面临10年的入监制裁。不过，2018年一份全国性民调显示，超过8成的西班牙人支持安乐死度罪化。总理桑杰斯所领导的左派联盟政府所计划安乐死草案，17日众议院进行真长的辩论。Creo que es un día importante porque avanzamos en el reconocimiento de derechos. Es un día importante para toda la ciudadanía. Porque avanzamos hacia una sociedad más humana y más justa. Pero sobre todo es un día importante para aquellas personas que se encuentran en una situación de grave padecimiento. 众议院投票以198票赞成、138票反对通过安乐死草案，无意外，保守的人民党甲极右派政党议员全部投反对票。Señorías, frente a la eutanasia y al suicidio asistido, defendemos los cuidados paliativos, el tratamiento profundo del dolor, la sedación paliativa, el testamento vital. Defendemos la universalización de los cuidados paliativos, su extensión, su generalización en la atención primaria y en la especializada, en la pública y en la privada, a domicilio. 草案送来送往参议院来进行投票，若是无意外，将会顺利过关。安尼一来，西班牙会成做在比利时、卢森堡加荷兰了后，第4个互得到不治之症的患者有救死权利欧盟国家。首都马德里国会大楼外口投票日这一天，集合一寡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示威者，因甲推行这项法案的左派政府叫做“死亡政府”。Me parece una ley de asesinato, totalmente. Si hubiera paliativos, nadie querría morir. Y además la eutanasia es un asesinato, igual que el aborto. 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总统蔡英文10月主持空军总队高雄基地复编典礼，现场也展示6台有装特殊搜救装备的乌鹰直升机。空军总队表示讲，这款重型的乌鹰直升机功能更较强，会当一粒草命草，把握救人的黄金时间。全新的红白乌鹰直升机伫空勤总队高雄基地正式出来，总统蔡英文坐伫驾驶舱内听讲解。这摆空勤总队有6只乌鹰，加装特殊搜救装备。这边也举行新编启用甲复编典礼，由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各授旗卫冕。
空勤总队肩负的救灾、救难、救护、运输和观测的5大任务，光是今年到12月初为止，空勤总队已经救援多达225人。空勤总队表示，这摆乌鹰直升机性能更加强大，头前的气象雷达、夜间搜索顶加监视红外线这影像机，能帮助队员在真歹的天气之下展开救援。卫星通信系统目标定位系统加搜救顺向器，能保持通信，精准掌握受困者。这也是国防部向美国买的8号空勤总队最后一批重型乌鹰，在今年10月顺利到台湾。这一次的黑鹰的装备是重装备，那所谓的重装备指的就是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我们在救难这一些一定会有更精进的这一些绩效会出来。2005年，空勤总队成立到即马，已经成功救援7560人。空勤总队表示，这摆新兵抢启用，最后一批乌鹰直升机接机完训了后，会投入救援，承接台湾西南海域的救援任务，提升夜间海上搜救能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彰化县卫生局甲台北营总拢进行万人血清调查，不过干那彰化县卫生局爱互罚钱，甚至是爱互罚上百万。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表示讲，一个爱罚，一个唔免罚的差别是差伫咧程序的问题。台湾新冠疫情确诊头一个出现伫彰化，为了伫第一时间掌握到彰化的疫情发展，彰化卫生局甲台大公卫合作进行万人的血清检测，结果阳性率是8.3%，显示一般民众伫社区相当的安全。台北营总完后进行血清的研究，检体是病院内底的患者，推算台湾血清抗体阳性率5%。同款是血清研究，但是安怎敢若彰化卫生局叫卫福部处罚？他们认为他们公共卫生单位他们可以做，可是他们忘掉了现在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期间，所有的东西是中央集权，连地方卫生局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违规。其实它的结果是很好的，但是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核可，所以他这个是被罚钱，是罚在这里，是罚在程序。理事长王任贤坦白讲，罚的是程序问题。那台北营总血清研究的缺点，是因为采检的是来病院求诊的患者，无法度推测社区里是毋是有稳重的数量。台大学者金团春是认为讲，彰化血清调查结果具有证实台湾检疫防疫政策有效等4项重要的公卫意义，对彰化卫生局叫卫福部认定违法，以犯到恐惊的造成打击。我们今天罚了别人，一定会造成一些别人的挫折。其实在目前，假如说今天已经在罚的时候，已经疫情过去罚，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那可是你现在要去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沟通。金团春强调，彰化卫生局有得到抽回人的同意，已经有尽到通知的责任，只是无 IRB 的程序。在防疫的过程，爱互相信任，这原来显示有必要培养公共卫生专业素养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农粮署公开征求国内食品加工业者，用台湾生产的五穀做原料来开发防疫食品。目前已经选出6间业者9项产品，未来也会伫连锁企业内推出。到店比展，甲大家讲这农产加工食品品质无问题。为应用疫情发展，农粮署甲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甲民间食品加工业者合作，组成国家防疫食品团队，以国产农牛做原料，开发防疫食品组合。目前已经评选出6间业者的9项产品，会伫合作连锁门市当中来卖。100%用国产的稻米、杂粮，用我们蔬菜跟水果来制造。可以让我们国人免于这些疫情、免于灾害的这些恐慌。用了一些科学的数据，尤其是在这个日穿透啦、日分布的相关的一些数据的提供。主要的呢，当然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科学数据的提供，来提供国人安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不过，各界继续关心婴幼儿美制品价超标的代志。对卫福部明定婴幼儿美制品的镉含量标准是伫0.04 ppm， 农粮署也搁一摆强调，会继续对合作的公牛调米严格把关。超量的话，那就会造成人体这个
伤害。我们在监测所有的稻米生产，完全都是符合，只要一检查到不符合的话，马上就铲除销毁。农粮署强调，稻米当中各种金属含量，相关单位拢规定，农粮署也伫生产的第一线做严格检验。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也有本所的矿台场发生火灾意外，台中市环保局也针对着文山代理这两个矿台场进行温度的监控，若准温度超过50度，就赶紧来转水，避免意外发生。过手将规堆的粪扫分类准备包起来，暗过漚落去，热气白烟飞出来。台中代理清洁队内底粪扫因为拄到焚化炉税收，部分准备来放一边，算好附近的居民烦恼，搁发生家己倒下状况。是会担心啊，因为毕竟干燥比较会啊。是像南投那样要闷烧好几天的话，当然是会影响这附近的空气，因为毕竟这里有学区嘛，有国小嘛。南投草屯粪扫转运站顶个月2日发生大火，也好各管区真细致。台中市环保局就家己组装这台热显像监测仪，设伫制高点监温监控，透过及时温度监测，了解每一个所在温度，也避免用环有误差。如果超过的话，我们人员会马上到现场去确认发生热源的状况。那如果是实际垃圾发生的温度的话，我们就必须立即降温洒水。台中市文山焚化厂因为年底税收停炉，无法度及时起化。粪扫暂时放伫文山代理两个占地场，其中囤地代理的道5万8千栋，即马虽然包2万2千栋，也收付3万6千栋暂时囤伫遮。透过温控监测超过50度，对透过手机通报。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即马税收完成，也慢慢完成气化。因为它是比较长时间以来就是累积下来的，那我们会在我们有3个厂有余量的时候，就是慢慢把它消化。台中市环保局表示，目前3个焚化炉已经完成年度税收，按算一天延气化2400栋，不过气化要时间，也加强环境的管制加防灾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真侪花草拢是对中华产买来的，不过当年算有365栋树枝甲叶仔产生，因过拢是载到焚化炉去烧掉。不过进焚化炉是无要收啊，农民也希望讲地方政府会当设一个树枝叶仔处理场，替农民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原来修剪落汉上的树枝，原来将树枝放做火。彰化县田尾乡有花花苗栽故乡之称，不过每年产生的枯枝落叶差不多有365栋，过去大部分用烧的方式处理，不过即马彰化焚化炉无要收，干来用放伫土骹互伊烂去。较青蛙大约超2年都拢无啊，你若较大蛙吼，伊的木质化较大蛙，可能要等了差不多3-4年。参尾公路花园差不多340公顷，200外间业者，逐工平均产生差不多1栋的树枝甲叶仔，自然烂去爱较长的时间，愈短是愈侪。彰化县环保局表示，农业废弃物应该登去甲农业体系来处理，县府已经买机器来甲研究互公所使用，互农业废弃物严格循环利用。那环保局已经购置大型的这个碎木机也可以来借用给当地公所来进行木材的一个破碎作业，那可以解决这个农业废弃物没有地方去的问题。不过当地人认为，只靠机器来甲无法度有效解决树枝蹲甲龟头卡的问题。但是出破碎弄一弄的话，还是整大堆的树木屑在那边，还是要再处理一次啊，因为没有办法，那个没有人要啊。田尾乡长表示，希望影响农委会甲环保署争取经费，设处理场，将加碎了后的树枝叶仔严格利用，沿为附近的溪洲、永靖、鼻头这乡镇共同处理农业废弃物，解决农民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按算伫明年要举办2021年台湾灯会，最近交通管制方案也已经对外公告啊。其中内面管制区内面有分做3个区域，重点区域拢爱用行的，就算住伫内面的民众也袂当甲车或者是奥多摆骑入去。管制时间对下晡4点到暗时12点，这措施也引起民众埋怨。新竹市明年2月要踮市区内底举办台湾灯会，按算会吸引大批观光客来新竹佚佗。市府公布交通管制区分做蓝、青、红3个区域，蓝区居民凭通行证，汽车会当驶入去；
青区凭通行证，奥多摆会当过；红区是汽机车拢袂当过。法案公布，连引起民众的讨论，尤其是住红区内底的人，更较不满。生活不便啊，它每个地方都围啊。我们要上班，车子都出不去啊。管制的非常严重，而且现在新竹有什么徒步区啊？那货车如果不进来，他用拍照的或者是什么，那我们送货怎么方便？还是要送，可是我们一样会回报公司啊。可是如果今天厂商，比如店家要货，我们就是比如说。这边可以停车，店家在那边，我们就推板车过去啊。管制时间平常是对下晡4点到12点，歇困日是提早对下晡2点开始。其中范围内底各有12间学校提早对3点下课。真侪家长拢问，囡仔提早下课，啥人会使去接？将这些回馈再汇整，那我们会尽快的在这1个月内会再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会适时的再向对外来公布。过去各县市办灯会，拢选择设地较空旷的所在。这摆新北市选在市区内底办，要安怎讨论出更较好的管制方法，降低对民众生活影响？市府团队当来面对大考验。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台南关电的柳丁目前正在采收，不过落果的情形却是真严重。农民也怀疑讲柳丁的落果甲台湾今年欠水有关系。农政单位去到现场勘察了后，认定讲这不是欠水所造成，颠倒是病虫害所引起的。甲你讲足惨的啦，打会了话就落来啊嘛。都等了嘛。台南关电的柳丁当地收去到果子园，所发现柳丁落甲龟头骹，有农民表示，伊4面做4甲外，过去会当收到5万外斤的柳丁。今年果子煞拢揪起落果，柳丁收拢无有影艰苦。也今年台湾南部欠水，农民就怀疑敢是这个因果所致。经过农政单位去到现场会勘，确认不是科案造成。判断起来应该是以病害所产生的落果的因素居多哈。病害的原因，依照我们病害的专家他们的判断是地虎病。园区有看到很多黄龙病的植株。虽然柳丁落果甲欠水无牵连，不过也着改变现况，应变未来。但柳丁受损害的原因已经厘清，接下来农业主管单位就要辅导，提供相关的资讯，给农会甲农民，通加强管理、改善政策，来预防病虫害。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水利农会家政班趁圣诞节进前，邀请老师来教大家用各种的手指做圣诞花环，咱也做伙来看卖。各种百样的手指摆几盒，这拢是家政班成员的阿姨对徛家附近田园四边捡来的，配合水利农会开办圣诞花环课程，请老师来教大家制作环保搁水当钓时的节日装摊。头嘛这环保不要做，这烫掉啦，这咧黏的烫掉。有影做了，大家拢收获满满啊。这个过程可以训练他们的像手指的灵活度，好，然后小心不要去烫到，然后你要捏很小的种子把它固定住。另面就是西方宗教的大年节圣诞节，农会特别举办圣诞花环制作课程，整下12个的庆祝气氛。各用手指做装摊，唔但环保，嘛响应绿色照顾政策。由农会提供空间课程，提升社区内老大人生活品质。像咱若吼，咱若有食的迄啊吼，若讲早市的籽啦，啥物货咱就会甲捡起来、留起来。有当家己有啥想会甲念看卖啊咧，嘛有时啊会讲吼，咱有算伊的，咱就老师回去教别人，因为老师较会晓想讲啥物做啥物形啦，做啥物形啊，猫头鹰啦，做啥互看的啊。大家齐心协力，然后收集这些种子，然后请老师呢发挥创意来教我们做圣诞节的花环。希望这个种子呢能够带给我们的班员，那带回家之后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朋友来分享。这阿姨认真的念手指，一个圆领领个环保的圣诞花环陆续完成。无完年对庆祝气氛嘛愈高，家己做圣诞艺术品嘛增添节日的氛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台东的出海口出现一只真特别的大鸟，原来是对西霹雳亚内蒙古迄带来的。野鸟协会也讲，可能是鸟仔迷失路径，对着气流来到台湾。天拄光，台东市一个出海口有20几位鸟友摕着长镜头伫咧看对话。
因为这几天团讲照来这只正罕见的蟹鸟，只有用长镜头翕到这只体型差不多15公分、毛的色敢若是刷无尾彩的野鸟。伊的尾鸟甲脑的毛是黑色的，身体是葡萄色。台东县野鸟学会讲，这是一种分布伫咧西伯利亚、新疆、内蒙古等海拔2500到4000公尺沙漠的墨吉，伊的毛有保护作用。当地的背到较温暖的所在过冬。根据文献的记录，因过冬的所在应该伫咧北印度、阿拉伯甲埃及。这边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三条方向飞到几落1000公里远的台东。台湾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环境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锋面啊、气候啊，然后像台风的部分，都会把一些不是常在台湾出现的一些鸟，也都会吹到台湾来。其实记录的笔数也很少。那这个是公鸟的一个繁殖羽的部分。所准人讲，墨吉伫台湾有记录到的资料真少，伫2007甲2019年拢有记录到一只，因为因的体色有保护色，飞来台湾也较介意做山地土地活动。台东野鸟学会希望鸟友点伫咧边仔甲看着好，千万唔通为着要翕相摕这物件甲伊食，较袂互伊食着无适合的食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学馆最近有出版一本老皮箱细细念的儿童绘本，把长篇的文学史用活泼趣味的方式表现出来，让较小岁囡仔会当了解到比较硬的历史甲点点滴滴。钟明一手抓我，一手安安甲家人牵嘞。阮来到这间迪比亚国土壁大的厝啊。用老皮箱的角度，一字一句念出1949年战后移民伫台湾的生活过程。幕后的配音员是立法委员林昌泽，平常时林昌泽伫厝内和囡仔是全台语对话，伊嘛用甲囡仔讲故事的声哨来配音。因为这个老皮箱伊等于是伫边仔看嘛，看这规个这个主人规家伙仔的故事嘛，所以讲我就较用客观的这种感觉。伫讲即个老皮箱的故事，就较亲像讲是伫介绍一个我看到的故事的迄种感觉。嘿。除了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故事，安怎将215页长篇的文学内容改编，而且互囡仔人好理解，翻译的过程手路就真重要。故事它要是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他能够感同身受，所以譬如说这边我们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做族群融合的部分，但是这个都是用小朋友可以或者青少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的一种方式来说故事。用生活发生的种种，看出贯穿3代的家族历史，其实嘛是台湾近代历史的一部分。国立台湾文学馆为2017年开始执行台湾文学史儿童绘本的出版计划，选出适合的主题，介绍做好儿童甲青少年阅读的版本。阮进前做过自然就是讲环境的问题，那做过迄落冬季叫同性恋的问题。啊，即摆呢，阮选择的是眷村那希望讲呢，即个囡仔、即个儿童呢，会当看到阮即个故事，会当了解讲台湾较早较捌有即样嘅故事啊，以后会当个对于了族群之间的大家会当用较开放的心情来看待。台湾文学馆嘛表示，文学其实代表社会的一部分，希望会当将文学甲社会责任甲做伙，互儿童甲青少年自细汉就当了解发生伫这片土地的种种议题。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北报道。讲到即摆囡仔人也是高超化的哦。伫台北的民和国小，就针对中高年级的囡仔开一个 EQ 课程，学校8当前要甲情绪管理协会合作，训练一寡志工妈妈甲学生囡仔，讲安怎面对家己的情绪变化。OK， 晴时多云，偶阵雨，听过吗？透过各种的形容解说情绪变化，伊是 EQ 老师，嘛是志工妈妈，用课程甲教具，互学生囡仔了解安怎处理熊来的情绪。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个课程里面，用很贴切孩子的生活例子来告诉孩子说，其实情绪并没有对错。
对，情绪都是我们很自然的感受，但是呢，表达情绪它却是有恰当跟不恰当的差别。透过教学，让囡仔面对各种情绪，知影安怎反应。8年前，民俄国小参涉护理情绪教育推广协会来合作，和学校志工妈妈受训练，教中高年仔囡仔情绪这门课，嘛透过教材引导因，拄到情绪困扰，爱思考安怎找方式代替受气，唔通伤害家己。我就是要放松，让心情比较稳定下来，就是比较不容易跟别人吵架。那相处上呢？相处上的话就会比较好交到朋友，然后也不会纠纷。那情绪强度是强烈还是微弱的？虽然拄开始嘛有家长反对课程，学校经过长时间的推测，第108年度对50年学生的家长做调查，发现有超过87%的人认为这个课对囡仔有帮助，对人际互动甲情绪转变嘛有9成认为有帮助。所以我们在做的真的就是所谓的预防教育，对，然后让孩子们他先去了解自己，因为了解自己之后才有办法去处理后面所有的问题。那他哪时候萌芽，我们也不是那么的确认，但是我相信在每一次他在发生任何的事件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课堂当中老师跟他们提起。EQ 老师讲，因亲像园丁，也正是等待不应，嘛期待让囡仔人了解情绪，会使一世人受用。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根据着中央气象局的表示，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对阴暗开始到后礼拜2天气变更较湿、较冷。明仔载各地头暗时加即时上低温度平均是15度，着天下到后礼拜2气候才会渐渐回升。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的气象咱也做回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3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4度。咱来看外都地区，对10度到19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